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龟头刀这种鱼啊，以往拢是出口到美国去做鱼排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外销大大来减少，所以宜兰南方澳啊渔会特别来举办做鱼丸的比赛，邀请婆婆妈妈发挥创意来推销龟头刀。顺势开始。 所有渔会举办鱼丸的比赛，用创意推销龟头刀。比赛开始，现场的欧巴桑妈妈开始点因的功夫，有的人斗相共较料，有的撒鱼丸啊。为了摕到金牌，大家拢改拼落去。10组参赛队伍为结合农特产，甲香菇和芹菜包去鱼丸啊内底。这个是竹炭的，对，还有一个红曲。有妈妈甲布拉鱼和葱啊包去鱼酱内底。 过去因大多数拢是销去美国，作为鱼排用的背虎鱼，也就是龟头刀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销量变真少。为着要让台湾人买当食到一个好滋味，宜兰南方澳渔会特别举办创意鱼丸的比赛。 要吃到妈妈的味道不简单，在比赛的过程，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升级，让我们知道从哪个方向来去做有效的推广。这场比赛会选前5名，9月底回归这一天会做上尾决赛。到时阵欢迎大家来现场吃好料理。